消防處下晝2點51分接到火警報告，最先起火嘅係宏昌閣，火警迅速蔓延，屋苑有8座受到波及，期間有棚架成幅跌咗落嚟。並且不斷收到居民被困嘅求助。消防處下晝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。3點34分再升為4級，不斷增援撲救。有居民被救出嘅時候已經昏迷，救護員不斷幫佢做心外壓。傷者裏邊有人情況危殆。另外消息話，一個消防員救援期間由高處跌咗落嚟，送到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趕到醫院了解情況，處方證實一個消防人員喺火警裏邊殉職。起火嘅宏福苑係屬於房委會居屋，上世紀80年代初入伙，近月進行大維修，包括係外牆批盪噴漿同埋鋪紙皮石，接近完工階段。唔少人求助話聯絡唔到屋企人。我落樓嗰陣就見到。